點解個細路明明溫咗好耐書，成績都冇起色？原因好簡單，孩子書台對窗口，讀書成績難到手啊！問題唔係佢懶，係個位唔啱啊！好多人以為對窗光線好，但窗外嘅車流啊、雀仔甚至移動緊嘅雲啊，對大腦都係造成視覺干擾嘅。本能咧係會被喐動嘅嘢吸引嘅。深度思考嘅時候最怕就係中斷，分心一秒，大腦就要花好耐重新起步，長期落去專注力就會變得碎片化，讀到嘔都係得個吉啦。加上背後冇靠，前面望空，大腦就會處於防禦模式，佢唔係想瞓覺，就係想玩電話噶啦。仲有窗口光線就不斷變噶嘛，眼球一直要適應，視覺疲勞，個人就燥啦，邊有耐性理解條數學題呢？想成績好，書台要側對窗口，面壁而坐，背後有靠，側光係最保護視力，牆壁咧就會俾大腦有邊界感，令佢專心。改好個位，專注力先會翻嚟噶嘛。我準備咗份學霸房佈局清單，WhatsApp 我直接 send 俾你。環境決定行為，follow 我，用邏輯贏格局。